今天係星期天，我是客旅呢一首美麗詩歌嘅作者，竟然係一位面對失去兄弟姊妹、兒子同埋丈夫嘅女人，但佢並冇因為咁樣而絕望難過。當佢參加過一個奮興會之後，就寫咗呢一首詩歌，鼓勵同埋安慰好多嘅同路人。呢一首詩歌被收錄咗喺好多嘅佈道會裏面嘅詩歌集，因為每一次唱都令好多人明白，我哋喺地上面只是客旅。關於呢一首詩歌，有兩個好感人嘅故事，好想同你哋分享。有一位詩歌嘅收集人，窮到要真係揾食物。有一日，佢只係揾到半袋嘅麵粉同埋豆。當佢一路唱住我是客旅，我是寄居者，一路返屋企嘅時候，佢嘅太太就話啦：只係得個丁點嘅食物，神一定係忘記咗我哋。但係佢繼續唱呢一首歌，並且同太太話：神冇忘記我哋，佢只係供應我哋今日所需，明天佢自然有明天嘅供應，我哋都只不過係客旅啫。另一個故事發生喺1844年嘅美國佈道會，一位佈道家當日唱完呢一首我是客旅之後，有幾位黑人奴隸跑過嚟，佢哋願意付出佢哋僅有嘅錢嚟換取一份我是客旅嘅歌譜，因為呢一首歌正係佢哋嘅寫照，佢哋好得安慰。親愛弟兄姊妹，人生不如意嘅事真係十常八九，但願呢一首詩歌帶俾你盼望同埋安慰。我是客旅，在世寄居者，我能停留只一夜。今天係星期天，講道經文記載喺詩篇39篇12至13節。耶和華啊，求你聽我的禱告，留心聽我的呼求。我流淚，求你不要靜默無聲，因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像我列祖一般。求你寬容我，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復原。希伯來書
11章13至19節。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並沒有得着所應許的，卻從遠處望見，且歡喜迎接，又承認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說這樣話的人，是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。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，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，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，並不以為恥，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。亞伯拉罕因着信被試驗的時候，就把以撒獻上，這便是那歡喜領受應許的，將自己的獨生的兒子獻上。論到這兒子，曾有話說：從以撒生的，才要稱為你的後裔。他以為神還能叫人從死裏復活，他也仿佛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來。今日嘅主題就係我是客旅。曾經有位姊妹講俾我聽，佢每唱呢首歌嘅時候，都內心得到好大嘅安慰，所以佢成日都記住呢首歌嘅曲調。呢首歌咁樣講：我係客旅，在世寄居嘅，我能停留只有一夜，請莫挽留，我要往前走，到那快樂地，活水永長流。有位老人家，佢講俾我聽，佢年少嘅時候走難嘅經歷。佢話呢啲經歷係難忘嘅，佢每日都要係到處奔走，今日到呢度，聽日又唔知去到邊度。無論係安全抑或危險，無論響邊度都唔能夠久留。雖然係艱苦，但係直到現在仍係值得回味。冇錯，人生就一段嘅旅程。在旅程嘅當中，我哋只係短暫嘅停留，只係一個短暫停留嘅過客。無論係住5星級嘅大廈，或者簡陋嘅客棧，無論係大屋抑或係草棚，我哋只係片刻嘅停留。乜嘢都唔係屬於我哋嘅，最美嘅地方，最唔捨得嘅嘢，都唔能夠帶走，都唔係屬於我哋嘅，都要離開，都唔能夠留戀。其實呢個就係人生。仲有呢條路啊，係迂回曲折嘅羊腸小徑，抑或暢行無阻嘅康莊大道呢？係花香滿徑，抑或係荊棘滿途嘅道路呢？無論點樣，我哋都要向前走，向前奔跑，直達到人生嘅目的地。如果我哋忘記呢一點嘅話，我哋反而覺得前路茫茫，又唔知道去邊度嘅時候，我哋倍感彷徨。因為我哋唔知道何處是吾鄉。感謝主，聖經早已經講俾我哋聽，呢個世界非我家，而且主已經為我哋預備咗更美嘅家鄉。有人認為呢個思想咧太過消極啦，太過悲觀啦，非也。呢個係正確嘅人生觀。比方嚟講，我哋預備聽日去旅行啦，我哋嘅內心好興奮嘅，好緊張嘅，甚至連瞓覺都瞓得唔係幾好嘅，因為我哋夢想住美麗嘅境界，諗到沿途嘅美景，欣賞緊沿途嘅美食，
我哋咧會親嘗各處嘅好食嘅嘢。如果我哋忘記我哋在旅途當中嘅時候咧，我哋反而覺得生命係何等嘅乏味呢？詩篇第39篇12到13節裏邊話：耶和華啊，求你聽我嘅禱告，側耳聽我嘅呼求。我流淚，求你不要靜默無聲，因為在你前邊我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像我列祖一樣。求你寬容我，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喜樂。詩人講佢自己係客旅，係寄居嘅。我哋係客旅，其實呢個係一種積極嘅人生觀，因為我哋會積極嘅在呢段旅程當中好快樂嘅嚟到前行，享受其中嘅一切，而且唔會為世界上面所發生嘅問題斤斤計較，懷在心裏。我哋唔會為好多嘢係覺得不平不公，更加我哋唔會不擇手段去爭取。最重要嘅就係知道我哋從何而來，我哋為何而生，我哋將會去到邊度。況且耶穌基督應許過，佢話：你哋心裏邊唔好憂愁，你哋信上帝也當信我。在我父嘅家裏有好多住處，如果冇，我已經講俾你哋聽啦。我去係為你預備地方去，為你預備咗地方，就嚟接你同埋我一齊喺嗰度。呢段嘅經文係非常嘅安慰人心，真係耶穌基督為我哋預備咗地方。今日我哋都係在旅程嘅當中。我曾經講過，如果我哋忘記咗自己係在旅行當中，我哋會好失望嘅，因為我哋唔知去邊度，前面嘅道路點樣我哋唔知道，而且呢，我哋係客旅啊，抑或係朝聖者呢，係完全唔同。客旅呢就係只係停留一個地方好短嘅時間，朝聖者呢，我哋知道呢，我哋嘅目的地，我哋去緊邊一度。感謝主，我哋知道我哋去緊邊一度。希伯來書亦曾經咁樣講，佢話我哋承認，佢哋承認自己在地上係客旅，是寄居嘅。講呢說話嘅人呢，係表明自己係尋找一個家鄉。其實佢哋所羨慕嘅係一個更美嘅，就係天上嘅家鄉。我哋尋找嘅係一個家鄉，呢個家鄉係我哋羨慕嘅更美嘅家鄉。既然上帝已經為我哋預備咗一個更美嘅家鄉，我哋就好地嘅活在呢個世界上邊，享受上帝俾我哋嘅一切恩典，用喜樂嘅態度面對人生嘅一切，唔好太過牽掛目前嘅一切，準備好嘅一切，面對更美嘅將來呢，呢個世界嘅成敗得失都要過去，都唔重要。上帝要我哋去一個更美嘅、更好嘅地方。所以呢首詩中唱嘅時候，俾我哋有好大嘅安慰。佢話：美麗嘅天鄉，我如今前往，救贖主，我路之光，那裏無嘆息，也無憂傷，不再有眼淚，不再有死亡。我是客旅，在世寄居者。我能停留嘅，我能停留至一夜，一夜。我係客旅，在世寄居者，只
只能夠停留一夜。真嘅，當我哋知道我哋自己係去緊個地方嘅時候，我哋內心就懂得係點樣活。我哋把握住每一分每一秒，在呢個地方，我哋好地嘅活得開心，活得快樂，因為我哋去過更美嘅家鄉。讓我哋都能夠努力嘅活在每一天。神為我哋預備嘅一切都係美好嘅，我哋感謝主。今天星期天歌詞默想。我是客旅，在世寄居者，我能停留只一夜。請莫再挽留，我要往前行，到那快樂地，活水永長流。美麗天鄉，我如今前往，救贖主我路之光。那裏無嘆息，也沒有憂傷，不再有眼淚，不再有死亡。我是客旅，在世寄居者，我能停留只一夜。我是客旅，在世寄居者，我能停留只一夜。現在請接受祝福，願主賜福俾你，保護你；願主使佢嘅臉光照你，賜恩俾你；願主向你仰臉，賜你平安。阿門。